越講越得意，唔止 ABC， 歡迎嚟到粵講文藝小課堂。呢個節目呢，顧名思義就係用粵語喺短時間之內同大家分享下文學美術方面得意嘅故仔或者知識。相信大家都會發覺，依家啲小朋友呢越嚟越少講粵語，都好難怪嘅。畢竟喺學校聽嘅普通話、講嘅普通話，翻到屋企睇節目又係普通話喎。淨係得同屋企人傾偈嘅時候呢，可以講下粵語。不過呢，我個人其實係支持推廣普通話㗎，因為普通話可以促進唔同地區人嘅交流。喺現代社會發展得越嚟越快嘅背景底下，減少溝通成本係必然嘅，自然呢方言就越嚟越少人講㗎啦。但係我個人希望粵語可以堅持得耐啲，所以做呢個節目就希望可以成為正式課堂嘅補充。無論係大人定係小朋友，可以喺一邊聽粵語嘅情況底下，一邊學到一啲相關嘅文學藝術知識。如果有咩感興趣嘅話題，歡迎留言俾我。到呢度，拜拜。